考大王洞3年都考不上，我这辈子是不是就这样了？年轻人领导肯定派不了多，好好表现就对了。给我弄死他俩！都怪你，唐僧肉吃不到了，你还我长生不老！对呀，咱们假扮他们去取经，也能长生不老。他们不是有头猪吗？我可以试试。你演唐僧，好啊！阿弥陀佛，跟我们走那是前途无量啊！哪位？听说你们要找猴子，行不？大师兄，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齐大天生，不认识。师傅，我们是化缘的。妖怪！师傅，我们是……等等！我是假扮的，我是果然是唐玄奘啊！这是多长时间没吃饭了，脸都绿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日夜兼程，全速前进。你们可是唐僧师徒，终于有人把我们认出来了。恳请长老为本村除害，包在我们身上。上，这条路走对了。怎么跟你说的唐僧师徒不一样啊？这才是真的。